就讓我借少少時間解釋一啲關於澳門夢嘅嘢。點解我要以跪拜方式宣讀宣言呢？呢個除咗我表示真心誠意之外，由於本人呢喺澳門回歸之後呢，未能及時回澳建設新澳門，令大家吃咗唔少苦頭。本人藉此機會呢，向自小受教育喺度受教育成長。澳門相當於我嘅第二故鄉嘅鄉親父老、叔伯兄弟姊妹友好，賠過不是。第二，想講一講呢，就係話，我既為澳門夢嘅受託人，點解我會排行第二呢？由於澳門夢嘅參選信念就係讓選民表達民意嘅機會，而第一候選人張榮發先生，佢過去幾年來呢，籌組澳門工人自救會期間呢，發起咗無數次嘅遊行集會、簽名、遞信等等，都係為民請命、表達民意嘅行為。請你盡快提出你嘅問題，遵守大會規則。信念係不謀而合，簡直係澳門夢嘅先行者，所以呢，完全係符合呢個擔當澳門夢第一候選人。好啦，我交俾你。我想問第9組高議員，咁樣你呢幾年工作咧表現得都唔錯，咁想問你對最大困難就係治安問題，同埋2019雙普選同埋嗰個工會法，你點睇啊？其實整體嚟講最關鍵咧就係我哋點解咧14年將近14年嘅特區咧都係做唔到任何嘅為澳門市民咧，就係原因咧就係我哋冇高官嘅問責。高官嘅問責係以行政長官同埋司級官員嘅，但係咧至今咧，自從2010年頒布咗有關高官嘅問責嘅通則同埋守則嘅咧，但係仲今未可以咧體現到。咁體現到咧，造成咧今時今日呢個局面咧，就係我哋所有嘅政策，包括我哋嗰個所謂浪費公帑嘅錢。你睇下我哋個輕軌由46億去到200億，仲未封頂。我哋澳大橫琴裏邊嗰個校舍由5900幾萬去到1億3，個隧道咧4億去到20億，全部都係冇人負責呢種咁樣嘅開支。其次就係我哋嘅立法會咧係一個橡皮圖章，原因咧唔夠直選議員，其次就係我本人8年喺立法會裏邊咧，都要求所有超過4000萬嘅開支咧，一定拎嚟立法會咧嚟去討論，咁樣先至可以。但係好可惜咧，我哋立法會越嚟咧越差，因為點解？當初我哋喺立法會05年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高議員夠啦，我想想問你個問題，聽我講。假如政府唔聽你講，你唔會學我頭先我講，將大家嘅訴求變成你政綱辭職再選過，讓大家去投票例如雙普選例如呢個等等嘅問題呢？呢個挑戰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如果有機會的話，而係真係令到整體澳門嘅利益受損呢，我哋一定會咁做。但係另外一方面，我可以同你講呢，我係議會裏邊起身走抗議最多嘅議員嚟㗎。咁呢8年呢，亦都係發咗好多個信息俾咗好多信息俾特區政府咧，佢哋要明白，佢唔可以咧，因為佢絕大部分嘅議員都係保皇黨，令到今時今日啲政策咧變成一個叫做咩咧橡皮圖章。所有政府嗰啲方案全部拎嚟咧，好似個吸引，明知嗰啲方案係唔得嘅，同埋咧一次過衝晒啲方案咧嚟逼我哋去做咧，咁得啦。我想再問一組，唔係組。我想問第一組潘志先生麻煩你對住支咪。麻煩對住。我最關心嘅就係長者啲福利，我希望咧你講講。多謝俾我回答有關長者嘅福利。其實長者咧，我哋唔係單係講福利，而係俾到佢哋一份尊嚴，喺家嘅感覺。等佢哋咧喺人生之中咧，係晚年咧都係豐盛嘅。咁福利當然需要啦。適當嘅社會資源俾到佢哋更需要啦。得啦。我想問陳美儀小姐，你會唔會辭職？即係話造成呢個公投咁效應咧，就話表示爭取呢個雙普選或者其他嘢咧？對唔住喎，我點解要辭職咧？我唔明白點解無端端要辭職咧？因為澳門嘅選舉係好似外國公投咁樣，你即係唔想辭職啦，係嘛？繼續落去啦，係嘛？咁唔緊要，我哋和而不同。好，同而不同。主場仲有時間。老人家咧，
佢哋笑容嗰刻咧係我哋係追求嘅。希望喺呢個社會咧，大家都見到老人家係歡笑喺度。係啱啱第10組嘅主場。一啲退休金都冇，係嘛？兩間教會團體都冇俾一個20年同埋25年嘅一個所謂嘅9月10號就教師節啦。我啲同學如果聽到嘅話咧，儘管多啲嚟支持我。你對於而家目前嘅司框，你有咩高見啊？如果你覺得唔合理嘅，企出嚟發起遊行、集會、示威，咁咧就政府會聽你講噶啦。咁咧完全無關你呢個問題，證明你完全唔知咩叫司框。好，我承認，我而家未知。如果我但係將來會知入到立法會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做得議員就會服務市民。我會咧向前輩請教，會咧就好多謝你嘅一廂情願。我會辭職多謝你嘅一廂情願。係主場時間。反而問翻高生一個問題啦，係咪啊？今日你講到嗰個你嘅呢個動物法呢個點解陳議員會投一個反對票？你當日嘅時間，我哋馬上團隊精神非常好嘅，馬上同佢傾咗2個鐘頭。你講翻點解要反對佢？第一反對，因為咧佢根本咧放啲法例出嚟嗰陣時，根本個時間亦都係太短，冇時間討論。第二就係話個法例根本冇完善，完全係好簡單就俾大家去討論。所以咧我哋反對嘅原因就係因為你根本就唔完善，再加上我係好非常之喜愛動物嘅。我諗你因為你對我唔係。我想問翻你點解會咁倉促咧？冇嘥時間。係啱啱第12組嘅時間咧，亦都係啱用完㗎啦嚇。係啦，咁我哋馬上咧進入最後一個環節，總結發言。首先有請第9組總結，你有1分鐘時間。總結嚟講咧，好坦誠，我哋喺立法會裏邊咧，我哋需要咧多啲直選議員嘅係全職，但係淨係全職咧係不足嘅，因為需要咧係冇包袱。原因咧好簡單，因為事實上今時今日我哋見到所有啲民生嘅問題咧係實現到，就係因為我哋嘅立法會好多都係護航緊我哋特區政府，造成今時今日嘅好多法案咧，例如而家嘅家暴法咧、動物法、保護路環、租務法，呢啲全部民生嘅等等嘅法例咧，都得唔到我立法會嘅嗰個睇法咧。而事實上，我哋另外一方面，任何乜嘢法案係來自政府咧，我哋啲議員咧全部咧都係去支持，盲目咁樣去支持。咁呢樣嘢係事實上我哋係需要咧擘大個眼睇，究竟每一個候選人咧後邊有幾多個包袱，令到佢綁手綁腳。好，時間夠，交俾第10組總結。你有1分鐘時間，可以開始。如果我張明發可以順利咁進入立法會，我會守我10大承諾，永遠兌現。咁我首先要解決嗰個住屋問題，同埋要年年有錢分。最低工資問題，反對外勞輸入裝學輸入外勞及司機，反對為地生留戶工作。咁我哋會要求政府盡快實行高官問責制。咁我相信各位市民眼睛雪亮，我張明發喺3年幾街頭進行集會示威簽名，做到咁多嘢，我相信市民眼睛係雪亮嘅。但係總結，例如我真係贏咗立法會選舉，我就會最關注就係通關及社會啲長者啲福利。所以請大家支持第10組，澳門明天會更好。請投澳門夢，張明發唔會令大家失望。好，時間夠，交俾第11組總結發言。你有1分鐘時間。各位市民，今日我參加呢個辯論會咧，講嘢咧，的確咧用心，不過咧有時咧詞不達意，因為我分咗心。頭先嗰條問題講緊旅遊，我就答咗交通。點解我會答交通？因為我跟住第10組，我好留意去講交通呢一樣嘢係更加迫切，更加我要關心。旅遊嘅事有旅遊局，有各位政府嘅官員去諗諗點樣可以改善個旅遊。而民生嘅工作呢，真係需要我哋去努力嘅。我哋點樣努力呢？老幼都係需要我哋關心。高生，我同佢助選幾難啊！但係我值得欣賞佢。我會努力喺今次
同咁多位將來喺議會工作嘅每一位共同分享、共同承擔。好，時間夠，唔該晒。而家交俾第12組總結發言，你有1分鐘時間，可以開始。多謝。如果我成功連任嘅呢，我會係繼續關注民生嘅問題。咁喺政府嘅公共行政改革方面，我認為要加快去推動，包括就係話而家要提高行政效率。而家事實上呢，行政效率係太慢啦。另外就係話喺公共工程嘅開支方面，要設定一啲嘅機制去監督政府，免得呢啲官員呢係濫用公帑。呢啲種種呢都係我哋未來呢要跟進嘅問題。點解我4年後再能夠成為陳美儀你嘅競選拍檔？好簡單，因為4年前你應承咗為全澳市民做一個全職議員，所以我義不容辭，只要你需要我馬上出現。立法會第4屆裏邊29個議席，我睇到只得8.5個全職議員。今次33個議席，我好擔心只有9個。呢種寸進太少啊！新時代嘅立法會需要更多嘅全職議員，特別喺商界有背景嘅，能夠成為全職議員，更加係難能可貴。係時間啱用完㗎嚇。隨住4組完成咗總結發言時間呢，亦都意味住我哋今日第3場嘅選舉論壇呢進入尾聲咯。冇錯，咁今日咧多謝晒第9組、第10、第11同埋第12組出席㗎。咁聽日啦，我哋會繼續邀請之後嗰4組，即係第13、14、15同埋第16組同場比拼。聽日見。聽日見。